大家好，我係 Supreme 嘅 Caleb， 今日咧為大家介紹真正喺曼谷核心區同埋高級住宅區 Prome Home 嘅高級項目。咁咧係由泰國知名上市發展商 Noble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嘅 Noble Emerse Prome Home。呢個嘅項目咧坐落喺極其稀缺嘅 Sukhumvit 30巷裏邊啦。咁除咗地理位置非常優越之外咧，佢亦都以一個叫都市養生嘅核心設計概念㗎。每層咧只有7至8戶嘅啫，咁所以咧屬於一個叫做低密度高私隱嘅豪宅美學㗎。無論你係追求高品質嘅生活，或者係睇準呢個曼谷一線地段嘅投資買家咧，都非常適合。好，事不宜遲，一齊跟我嚟睇下呢個項目嘅真面目啦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呢一個嘅項目咧，位於距離 BTS Prome Home 站咧只有350米嘅距離嘅啫，步行咧唔使5分鐘就可以到達㗎啦。咁咧亦都有一個叫做 M District 嘅生活奢華圈㗎，咁包括有3個好頂級，大家亦都好熟悉嘅商場，包括 Emporium 同埋 M-Sphere， 令到你哋咧喺度生活都好方便㗎。講到品質啦。開發商咧 Noble Development 咧以大膽嘅設計同埋卓越嘅物管聞名㗎。呢個嘅 project 咧其實由2座嘅大樓組成嘅，包括係 A 棟啦，55層高嘅住宅大樓啦。咁當中有358個嘅單位嘅。咁另外 B 棟咧就係一個9層高嘅自動停車大樓嚟㗎。咁其實最難得咧就係呢度嘅車位咧配備率有90%，喺寸金寸土嘅曼谷中心裏邊咧係極其罕見㗎。咁成個嘅 project 咧，其實佢採用咗 fully fitted 去交樓啦。咁由建築嘅外觀啦，大家見到嘅，同埋去到室內嘅細緻咧，都展現咗現代好極簡嘅風格㗎。Noble Emerse 咧，其實提供咗唔同嘅戶型俾大家去選擇㗎。咁由1房去到4房啦，甚至乎 penthouse 都有㗎。我哋不如一齊睇下呢度嘅1房先，31.44平方米。呢度嘅1房啦，31.44平方米啦，其實你見到咧個積都好四正㗎。一入到嚟啦，可以做一個嘅鞋櫃啦。咁左手邊咧就係一個廚房嘅位置。雖然講到咧交樓標準咧係 fully fitted 啦，但係發展商咧會送埋洗衣機、焗爐同埋雪櫃俾你㗎。咁啊，中間呢一度咧係一個2人嘅餐台啦，可以擺到。咁隔離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啦。咁客廳咧都好舒適，咁亦都喺呢個嘅露台隔離嘅啫，所以夜晚咧可以欣賞到曼谷嘅美景㗎。入到嚟睡房主人房呢一度咧，可以擺到張 queen size bed 啦，做到一個 closet 啦。最特別嘅係咧，隔離床嘅位置咧，亦都可以做一個矮啲嘅書櫃㗎，所以空間感好十足㗎。咁因為呢一個係一個1房嘅單位啦，咁佢浴室咧做到 double access， 所以方便咧朋友嚟探你嘅時候咧，都會方便翻主人家嘅。配合翻呢個嘅豪宅美學啦，咁啊鏡櫃、浴室嘅玻璃同埋呢個自動化嘅廁所咧，都會包括你在內㗎。呢度嘅1房設計咧，差唔多由客廳去到睡房咧，做到1比1嘅比例㗎。咁非常適合咧呢一度嘅黃金單身族啦，或者上班族嘅青睞同埋租住㗎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其實因為呢一個項目裏邊嘅1房亦都非常稀缺㗎，咁所以咧相對上咧喺租務市場裏邊咧，亦都非常有優勢。嚟到第2個示範單位啦，就係呢度嘅2房，72.96平方米嘅。依間嘅2房咧，其實好中意佢玄關位置，因為呢個位置咧可以擺到張凳仔啦，或者一張1字形嘅 sofa 嘅，俾你翻到屋企咧，回一回氣先，跟住 feel 下咧，我中意翻到屋企嘅感覺。咁前面呢一度咧，當然係一個 L shape 嘅廚房位置啦。交房標準頭先都提及過咧，就係有雪櫃、焗爐同埋洗衣機嘅。咁連接住咧呢度咧就可以擺一張嘅4人嘅餐台㗎。咁其實咧2房嘅積咧，最主要係中間咧就係俾大家一個嘅 community 可以去食嘢啊，或者去休息啊。因為呢個咧亦都係客廳部分嚟嘅。而左右兩邊咧分別就係主人房同埋客房嘅位置啦。先入嚟客房呢個位置啦，咁擺咗張 queen size bed 啦，做到一個少少嘅電視櫃啦。另外咧窗邊嘅位置咧可以整多一張細 sofa 㗎。咁想講一講客房咧，其實出邊呢一個位置咧係同客廳嘅露台咧係相連接㗎。咁所以如果咧有時候起身嘅時候咧想睇下曼谷嘅市景咧，亦都非常方便。客房嘅隔離咧就係一個浴室嘅位置啦，咁大家見到咧做到一個 double access 嘅功能㗎，咁原因咧就係方便翻客人嚟探你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到。咁呢個浴室咧亦都係有一個標準配置啊，包括咧就係一個自動化嘅廁所啦，同埋淋浴嘅位置㗎。
作為兩房嘅主人房啦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佢頭先有客房嘅功能咧，依度都有齊晒嘅，可以擺埋張 king size bed 啦。電視櫃咧加長咗個位置，咁可以擺到長啲電視櫃啦。窗台咧亦都擺到張 L shape 嘅細 sofa 㗎。咁另外主人房呢度咧，佢有獨立一個個別嘅露台咧，係專貨主人家 access 嘅。考慮到咧主人家咧對於衣櫃嘅需求咧，其實呢一個位置咧臨去浴室之前咧，完全做到一個 walk-in closet 嘅四方嘅積俾你。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做擺衫嘅話咧，亦都係非常足夠㗎。walk-in closet 再行入少少咧，就係主人房嘅浴室位置啦。咁除咗做到乾濕分離之外咧，大家見到咧佢個洗手盆位置咧，比客房嗰個浴室咧更加寬闊，擺到嘅嘢更多。呢個兩房咧十分適合3至4人嘅家庭㗎。咁或者咧係你買嚟之後咧，有一間房準備預留係俾你啲好朋友咧過嚟泰國探你住都好啦。佢嘅功能性咧亦都完全 cover 到你所需求嘅功能㗎。咁所以咧佢嘅積咧亦都係非常實用，特別中意佢嘅玄關位啊！如果大家咧好中意買鞋嘅話咧，佢一個位置咧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大嘅鞋櫃㗎。睇完一房同埋兩房嘅示範單位啦，我哋一齊睇埋三房嘅示範單位啦。99.04平方米，接近咧1066尺，適合4至6人嘅家庭㗎。三房呢一度咧，空間感真係非常足夠。入到嚟咧，可以做到一個細細玄關嘅位置啦。咁咧，我右手邊咧已經係一個好寬敞 L shape 嘅廚房啦。咁頭先提及過啦，洗衣機啊、雪櫃啊、焗爐等等咧，家訪標準咧都係包括在內㗎。而中間呢一度咧，亦都可以擺一張6至8人嘅餐台，加啲好靚嘅吊燈咁樣㗎。行入少少咧，就係客廳嘅部分啦。擺一張非常寬敞 L shape 嘅 sofa 之餘咧，喺左手邊咧就係直接面對住曼谷嘅市景㗎啦。呢個三房嘅積咧，其實亦都非常市正㗎。原因係因為咧，中間嘅客廳部分咧分開咗主人房啦，同埋客房嘅位置㗎。大家見到咧，其實而家我企嘅呢個位置咧，本身係一間客房嚟嘅。咁啊，發展商 Noble 咧就將佢打造為一個休息室啦，令到成個客廳嘅空間感咧擴充咗好多㗎。咁另外想講個客廁嘅部分啦，咁呢度有一個客廁啦，咁隔離咧就係一個標準嘅浴室嚟㗎。咁當中咧亦都好稀有啊，因為客房通常都唔會有浴缸嘅，呢個客房咧就會有浴缸嘅。呢度嘅客房咧可以擺到一張 Queen size， 甚至乎係大到可以擺一張 King size 㗎。咁又配置一個 closet 啦。另外咧，呢一個客房亦都配備住一個小陽台㗎。嚟到三房裏邊嘅主人房啦，梗係唔可以錯過啦，一齊入嚟睇下啦。入到嚟主人房呢度咧，你會發覺咧功能性非常高啊。咁除咗咧我隔離呢度可以擺到張梳妝台之外啦，一張較大嘅 King size bed 啦。咁而床尾去到牆嘅距離咧，其實就足夠擺到一個 built-in 嘅電視櫃啦，同埋一部電視㗎。而呢個主人房咧，隔離亦都係一個較大嘅陽台位置。另外講到衣櫃位置咧，其實一入到嚟咧，有兩邊嘅位置咧都可以做一個 built-in 嘅衣櫃㗎。咁包括喺呢一度啦，同埋入啲較近呢個浴室門口位置咧，做到一個 L shape 嘅衣櫃㗎。講到主人房嘅浴室啦，咁除咗佢做到乾濕分離之外咧，其實佢嘅功能咧一啲都唔簡單㗎。咁除咗有一個雙人嘅洗手盆位置啦，方便主人家啦，自動化嘅廁所啦，入少少咧就係一個浴缸同埋淋浴嘅位置嚟㗎啦。大家見到呢個三房咧，其實佢功能性咧亦都非常高㗎，配合到咧4至6人家庭嘅生活㗎。咁所以咧喺黃金地段咧，亦都俾咗一個住大屋嘅感覺嚟嘅。項目開賣入門價咧係769萬泰銖，大概係190萬港幣左右就已經可以入手㗎啦。如果想搶先索取 Noble and Merz Phrom Home 嘅資料或者預約參觀示範單位咧，歡迎隨時同我哋 Supreme 團隊聯絡啦。